D-Day 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仪式，在6日时伫法国举办。西方有超过25个国家头人参加，主办单位嘛重现当年两侧登陆的场景，大约有200个以前的老兵有到位。 西方真济高政要伫法国西北边诺曼底参加纪念仪式。英国威廉王子、比利时王后马蒂尔德、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拢甲二战老兵握手致意。Face au retour de la guerre sur notre continent, face à la remise en cause de tous ceux pourquoi ils se sont battus, face à ceux qui prétendent changer les frontières par la force ou réécrire l'histoire. Soyons dignes de ceux qui débarquèrent ici. Votre présence ici en ce jour,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Ukraine, dit tout cela. 当年苏联伫民军当中有相当的贡献，不过因为俄罗斯自控制1年开启俄乌战争，无受邀请参加这摆活动。俄罗斯总统普廷表示无要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现伫会场，美国总统拜登参加活动，也进行国事访问，强调继续捍卫乌克兰。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 To surrender to bullies, to bow down to dictators. 诺曼底登陆80年国际仪式伫奥马哈海堡举行，美军当年伫遮做强攻敌军防御工作时阵伤亡惨重，民军将近16万兵力发动人类史上上大规模的两侧登陆作战，对纳粹德国展开全面反攻，是欧洲一战局势关键战役，也是西线胜利的基础。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We will remember them. 美国、英国、加拿大、比利时、挪威、波兰、卢森堡、希腊、捷克甲纽俄联合伞兵重现当年空降诺曼底田野的情形。登陆行动主要地点滨海小镇、亚伯曼娱乐班，模拟长期诺曼底的情形。有关国外的二战老兵看到安尼情景，想起当年的回忆。不过，欧洲即马因为俄乌战争的冲突，这场纪念活动依然存在战争的阴影。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